一人在地前关怀一地救人一命，高雄关怀中心举办关怀职业表扬大会，有一对亲兄弟啊、甲伯仔囝，拢是关怀呢几啊十年，关怀几啊百摆，这款的善心得到敬佩，得到表扬。高雄关怀中心伫咧成功大学举办113年度关怀职业表扬大会，表扬嘉南地区关怀职业学校国军部队等等，含800位前高关怀民众。因为本身自己也在医院当志工，所以知道血小板跟捐血的一个好处。关怀馆20年含17年的兄弟仔党2人关婚礼血小板各达到350摆含550摆。讲到的关怀是受到父母影响，因拢讲关怀互咱更加健康。那时候就会想说，如果我长大的时候，有一天我有能力，我也愿意来去做这个捐血小板。台湾会友基金会讲，感谢关怀人真侪年来疼惜咱的患者，对关怀运动负最奉献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